大家好，歡迎光臨。今次呢段片想同大家介紹一篇嚟自法國網上雜誌 Blender Book Magazine 嘅文章，佢哋出咗一篇講姜濤同 Cancel 合作嘅專文，深入探討咗文化身份、成功定義，甚至提到姜濤會喺6月27號再次代表 Cancel 現身巴黎時裝週。姜濤同標誌性品牌 Cancel 嘅合作故事，真係一個好勁嘅例子，俾人睇到點樣透過接受自己嘅獨特性去攞到非凡嘅成功。呢位來自香港，係粵語流行音樂組合 MIRROR 嘅成員，近年已經成為咗呢個品牌不可動搖嘅大使。而呢個品牌本身就係建立喺東西方文化衝突同融合嘅基礎上。呢個品牌嘅傳承，由創辦人打好個底，一直都以對文化融合嘅堅持而出名。佢嘅視野好微妙咁將日本傳統同巴黎另類美學結合嘅風格，而家喺現任藝術總監 Nigel 嘅領導下繼續發展，為新一代嘅時尚愛好者注入新氣息。姜濤嘅個人經歷其實就係一場對社會期望嘅反叛同對成功定義嘅重新塑造。佢呢種特質同 Cancel 嘅品牌精神真係好夾，變成咗呢個品牌精神嘅完美化身。姜濤一開始面對好多困難同批評，例如佢提早輟學嘅選擇，因而引起社會排斥，其實同 Cancel 早期追求非主流設計路線時遇到嘅挑戰相似。所以呢場合作唔單止係時尚同代言嘅關係，仲象徵住文化交匯嘅縮影，凸顯咗天生同後天、傳承同選擇之間嘅動態對話，仲對全球化社會中身份同自我表達嘅界限提出咗深層次嘅質疑。咁問題就嚟啦，作為 Cancel 嘅代言人，姜濤點樣重新定義傳統嘅期望？佢又點樣靈活咁融合東方同西方社會文化嘅影響，進一步引發一場身份認同嘅討論？呢場合作唔單止觸動到全球觀眾，仲喺香港同佢嘅離散社群中引起咗廣泛嘅迴響。呢件事已經唔再只係一項商業合作，而係成為咗社會混種化嘅象徵，喺全球化奢侈品代碼同本土根源之間嘅協商中，呈現出一種全新嘅自我形象。喺接落嚟幾個章節中，我哋會喺 KTX 巴黎時裝週特別週系列文章入面，深入探討 Cancel 嘅歷史、姜濤嘅個人旅程，同埋佢哋點樣透過呢次合作，超越時尚本身，展開一場關於社會同文化身份、自我表達、打破刻板印象、無聲反叛，以及透過持續嘅中西文化對話，重新詮釋核心概念嘅討論。最後，小編揾咗啲資料，想輕輕介紹下 Blender Book Magazine 係邊一類型嘅雜誌。呢篇文章唔係嚟自一般娛樂媒體，亦唔係嗰啲靠明星賣廣告為主嘅商業雜誌，而係一份法國出版、專注藝術、時尚同文化評論嘅獨立雜誌。佢哋寫嘢一向都偏向深入少少，會由時裝去睇文化脈絡，拆解背後點解會有呢啲選擇、呢啲合作。唔止睇表面潮流，仲會分析背後嘅意義。記住，呢位藝術家將會喺6月27日以 Cancel 品牌代表身份，再次登上巴黎時裝週舞台。如果喜歡呢條影片嘅話，請訂閱、留言、讚好，俾啲動力小編好嗎？希望呢個小台可以繼續行落去。多謝大家收聽收睇，謝謝，約定你下條片見啦。